入去睇下呢間屋嘅佈局先。採用 U 型嘅佈局，大量廚上櫃同廚下櫃，提供充足嘅收納空間。牆身鋪設白灰色嘅紋理石瓷磚，兼具高級視覺嘅質感啊！右側高櫃採用咗透明玻璃門搭配金屬邊框，每層板內置隱藏式嘅燈帶，營造高級奢華嘅氣氛。鑲嵌金色嘅不鏽鋼金屬條做垂直分割，拉高視覺空間，增添輕奢質感啊！充分利用 U 型嘅窗邊同轉角空間，提供極大嘅工作同學習台面啊！上方設有鏡櫃，而鏡底隱藏 LED 燈帶，營造溫馨氣氛。浴室採用乾濕分離嘅效果，而牆身用咗拋光嘅大理石紋牆磚。3尺半嘅油壓床以及到頂嘅大衣櫃，收納空間都好充足啊！採用透明嘅玻璃推拉門，有效阻隔沖涼水花飛到周圍去啊！有充足嘅收納空間之餘，而且仲可以方便細緻咁分類收納啊！地下採用咗木紋磚，具備傳統瓷磚嘅防水、防潮同耐磨嘅特性啊！